糖的水果冰淇淋，冰淇淋基底，淡奶油、牛奶、糖粉、蛋黃。鍾意嘅水果比如草莓、芒果、藍莓、桃子、細砂糖、檸檬汁。準備糖的水果，將水果洗淨，切成小塊或片。喺碗中加入水果同埋細砂糖，擠入檸檬汁均勻，蓋上保鮮膜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時，讓水果充分吸收糖同埋檸檬汁嘅風味。如果使用蛋黃，先將蛋黃打散備用。喺鍋中加入牛奶和一半嘅糖，慢火加熱，邊加熱邊攪拌至糖溶解。不要煮快，將熱牛奶緩慢倒入蛋黃中，邊倒邊攪拌，防止蛋黃變成蛋花。將混合物倒回鍋中，低火加熱，持續攪拌至變濃，能喺匙子背面留痕。取出煮好嘅奶液，加入香草精，放涼至室溫後，冷藏至少2小時。將冷藏嘅奶底同埋淡奶油打發至70%熟。將糖榨水果用匙子或者篩子輕輕加入奶油中均拌，倒入冷凍容器中，用刮刀撥平表面，放入冷凍室。每半小時取出，用叉子打散，重複幾次，直到冰淇淋質地適用。將做好嘅糖榨水果冰淇淋取出，稍作放置使其軟一些，即可食用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喜愛選擇不同嘅水果，或者混合多種